湾有真丰富的民间信仰。今仔下晡新闻，咱甲主播台刷来嘉义鹿草的后寮村哦。今仔是鹿草伊主爷公的生日，咱会当看到对庙口高铁下骹的第37线，搁有管道、沿路拢是戏棚哦。有歌戏棚，有布袋戏，搁有舞台车，拢是信众来搭谢伊主爷公。这嘛形成全世界独一无二、真特殊的文化景观哦。今仔的新闻，咱就要这个台湾真珍贵的传统信仰文化，小解互观众朋友来了解。为着要帮伊主爷公来祝寿哦，伫饭店的时就有成拜天公的仪式。伊主爷公带领来进行走钱的仪式，来消灾解厄。那么，请台语台嘉义在地记者伟霆带咱来了解这个地方一年一届的大闹热。戏班的人员赶工来咧大舞台，庙内志工甲信众嘛无因准备拜天公的物件。旧历首月23是鹿草乡鱼主爷公诞辰，历经一天22个子时，庙方甲信众都爱是拜天公，完成了后才来替鱼主爷公祝寿。手起来点点的，插香敬手安尼，要收束才跋杯看要下袂才搁起价，起来走钱安尼。配合时辰拜天公仪式才开始，信众才只是开香参拜、插香敬酒，真侪信众嘛专工来遮拜拜。记录科技馆公庙文化研究学者嘛发现讲，伫高铁甲快速道路边仔的鱼主爷公庙，显示一种真特别的状况。感觉鱼主爷公做有灵性，就感觉伊大概拜拜有到3工。后壁有迄个高铁，正手有迄个快速道路，一般是拢反对庙也是迄个社区有即个物件，毋过迄个高铁甲快速道路竟然。互伊只讲愈来愈兴哦。鱼主爷公降价带信众来踅会场，信众嘛碰到家己摆的三角裤缀在后壁。庙方讲，这个叫做走钱的仪式，是鱼主爷公要来替信众消灾解厄。但是鱼主爷生日上有特色的，也是欢喜替鱼主爷公来祝寿。若有人达成心愿的，就是拢安怎，拢请伊。去这庙的庙公，是继承先生咧讲，伊讲哦，伊主要讲今日爱留者，伊都要留者，就是伊的生日圣诞迄天。才开始甲做伊，做愈济平愈好。众人拜天公了后，煞来甲倒仔洗头，用鱼主爷公来拜拜祝寿。这个所在会阁闹热几啊天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